续来到台东，昨暝伫台东的台11线有员警咧协助清理道路的时阵，去互车弄到。行进过去，然后刚刚警察在路中间那边，偏向我们这边抓那个，反而有11只狗在那边，还有他穿深色衣服就比较看不到。还有就用后端去撞到他。这位后车弄到的员警，当时是咧大路中协助咧处理着动物的尸体。这个小客车的驾驶袂负险，就为警察甲弄落了。这个警察的身躯甲正手骨拢来受伤，好哩加在送病院治疗了后无真要紧。这个肇事的驾驶酒测值是0，无啉酒。警方嘛一再来呼吁，暗时视线无好，这个车就要驶较慢咧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